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更新版，最近结论将病毒源头直指武汉病毒研究所，称有大量证据显示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且病毒早在2019年9月就已存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所领导的众议院中国工作组星期一公布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更新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日表示，在审查了现有信息后，美国相信伊朗对阿曼海岸附近阿拉伯海的莫森街号商船进行了袭击。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袭击反映了伊朗威胁国际航运和贸易的侵略行为。美国正在与伙伴讨论下一步行动，并且正在与该地区及其他地区的政府协商，以寻求适当和紧迫的回应。鉴于阿富汗最近的事态发展，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军队于周一在阿富汗边境附近开始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两国担心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可能恶化，影响会延伸到中亚。将有1500名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士兵参加为期5天的演习。演习从乌兹别克斯坦的泰尔梅兹军事基地开始。据中国官方喀什广播电视网近日报道，鉴于阿富汗近日紧张局势，喀什市公安局发布了题为“边防须知”的声明。新冠德尔塔病毒在中国迅速传播，确认被视为传染力极强的德尔塔病毒株传至北京。据南华早报消息，为阻止德尔塔变种在北京传播，部分飞往该市的航班、火车和巴士服务已停止。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他在2013年上任时面临着战争与和平的选择，并表示他们通过谈判防止战争。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作为总统最后一次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对核协议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该国事态发展进行了评估。中国中部河南洪灾遇难人数增加2倍，超过300人。据法新社报道说，周一，中国中部地区7月20日洪灾的死亡人数被大幅上调，地方当局现在报告有302人死亡，50人失踪。